而家都係國際化，但係 Finland 係出嚟冇 passport 嗰啲學生，即係我哋而家都有招 Finland 嘅 international。會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同埋我哋物理系嘅講座教授陳典邦教授同大家講下呢個有關呢個優才暑期課程嘅。今次我咪第一次科大同香港嘅 think tank 第一次合作，我哋科大同其他嗰啲院校合作啊，同其他教育團體合作都試過好多次啦，但係同香港第一次 think tank 合作咧係第一次嘅，咁多謝葉劉淑儀女士肯俾呢個機會我哋。我哋今次合作辦呢個課程咧，其實咧就係有幾個目的嘅。第一個目的咧就希望吸引世界上各地嘅尖子嚟香港。咁第二個目的係點咧？就係希望我哋香港自己本土都唔少好精英嘅學生，中學生，亦可以同埋呢啲外國嘅同學或者小朋友一齊去學習。咁第三個目的咧就係我哋香港成日都話我哋要做一個國際嘅品牌啊，國際嘅教育樞紐，即係 educational hub。咁如果係一個 educational hub 嘅時候，都冇一啲咁嘅課程咧，就好似唔係好合理嘅。我哋科大今次同匯賢智庫嘅合作咧，係所謂係即係一拍即合嘅，因為我哋一傾埋就話，咦，我哋香港嘅發展、社會發展又好，知識型經濟嘅轉型又好，邊三樣嘢最重要咧？我哋一講就係呢三樣啦，人才一定係人才㗎啦，知識同埋科技。其實前校長講得好好，我都冇咩補充㗎，只不過的而且確我哋超過半年前一傾就真係一拍即合，就大家都覺得香港長遠發展最緊要咧係人才，的而且確係需要探索科技，開創社會新里程，大家共同嘅信念嚟嘅。咁我哋覺得睇到外國有啲好嘅嘢想引入嚟，係咪？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前校長講過啦。外國有好多尖子班辦得好好，咁我素來都好支持科大同埋其他嘅大學咧，係想做地區樞紐中心、教育嘅樞紐。我覺得我哋有條件嘅，科大又攞到第一啦，係咪？咁就呢啲優才嘅暑期班都應該香港搞，同埋咧就係加強啲嗰個科技嘅探索啦，以及係正如前校長講。唔係傳統嘅你教我學，而係一個教育經驗咁嘅形式啦。咁我哋匯賢咧就除咗係幫手籌啲錢之外咧，就仲有一個少少貢獻，就我哋有位喺 Stanford 做研究科學嘅人員咧，佢都親自嚟教呢個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Issues，即係校長都講過啦，目前社會最迫切問題。生物科技嘅發展，環球氣候嘅轉變、能源嘅問題，咁希望係可以擴闊到本港嘅學子嘅視野。